我個姐姐就嚟完約啦，咁我都唔知我應該提前幾多個月去揾姐姐呢？咁樣嗱，一般如果你哋有姐姐喺屋企，咁或者唔想再繼續同佢續約嘅話，你要提前幾耐去申請一個姐姐呢？我會提議係提前4個月，係啦，因為呢，有時你未必一睇就提啱姐姐啦。咁嗱，我哋學校呢。Placewell 咧係每日都有新姐姐出嘅，星期一至星期六都會有，咁佢星期日休息就冇噶啦。咁變咗係，如果你提前4個月嘅話，你第一個月就係睇咗4個星期嘅姐姐，你可能第一個星期睇唔啱，跟住等第二個星期再睇，咁你用1個月嘅時間去睇嗰個月份有啲咩姐姐適合你個家庭咯，嚇，咁你再做 interview 再 confirm 個姐姐，嚇，咁。之後仲有3個月嘅時間，因為咧其實申請一個姐姐咧3個月內咧係一定可以冇問題可以到港噶啦。咁所以咧你係應該提前4個月，用1個月嘅時間去挑選姐姐 confirm 一個姐姐，跟住再俾3個月時間嘅 agent 去做一個流程。咁其實咧而家都係預鬆咗啲時間㗎啦，3個月。咁如果姐姐係早做完，我哋都會通知個飛機期，你可以揀嘅。咁到時如果係你話我想姐姐唔好嚟住，因為我工人未走，仲未走喎。咁我哋可以同你編排啲時間去交接嘅，即係你個姐姐離開，跟住新姐姐到係可以安排到嘅。咁你預計係提前4個月啦，咁你已經好鬆動，啲時間就會夠時間請到一個新姐姐去交接你個檔期啦。